今日就嚟傾下美國股市同美元呢對難兄難弟。以前美國股市下跌嘅時候，美元就好似超級英雄咁會挺身而出，嚟個華麗反彈俾投資者安全感。但今年畫風突變，美國股市跌個不停嘅時候，美元唔單止冇紅起，反而疲軟得好犀利。呢真係好令人意外啊！德意志銀行就發出警告，話歐洲投資者好慘啊！喺標普500持倉上嘅損失，都差唔多趕上2022年通貨膨脹引發大秀嗰陣啦。以前美元嘅避險屬性，令到冇對沖嘅美國風險資產變成咗投資組合入面嘅香饽饽，但而家呢個模式完全唔靈驗啦。瑞銀亦都出嚟敲響警鐘，曾經被吹到上天嘅美國例外論，依家面臨住嚴峻考驗。中國科技同人工智能崛起，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下降，歐洲財政政策亦都喺發力，呢啲都喺動搖美國資產嘅超倍地位。瑞銀警告，大約14萬億美元嘅美國無對沖資產有風險。外國投資者如果減持5%現金，就係7000億美元嘅美元售，呢個陣仗真係好大啊！美銀報告顯示，美元看跌情緒爆棚，同投資者美元敞口嘅差距都達到2020年嘅水平啦。美元人氣亦都係一路跌跌不休，悲觀到極。美元點解會咁唔爭氣呢？德銀認為，一方面係對美國財政經濟增長同美聯儲預期嘅重新定價，另一方面，特朗普嗰啲挑戰國際秩序嘅言論，都喺破壞美元嘅避險地位。如果美國股市同美元呢種相關性瓦解持續落去，歐洲同全球資產管理者肯定要重新評估冇對沖風險資產嘅美元敞口。有消息話，呢種情況可能已經開始啦，大幅減少美元敞口嘅可能性亦都係增加。歐洲投資者係美國股票嘅最大持有者，持有大約4.6萬億美元啊。如果歐洲經濟復甦同財政政策夠勁，呢啲資金就可能變成美元嘅潛在威脅。而且依家外國投資者對美國股票外匯對沖比例低，大部分美國資產都暴露喺外。一旦市場情緒反轉嗰陣，美元售可能瞬間爆發。隨住美國例外論動搖，全球資本流動格局正在改變。歐洲部分資金可能回流，新興市場投資者亦都喺重新評估投資組合，部分資金會流向亞洲等新興經濟體。呢個世界經濟嘅風雲變幻真係越嚟越精彩啊！